湾园区有民众发现一台公车哪驶哪唱烟，民众赶紧拿手机来记录这个画面。会当看到这台国光客运，当时当伫一个爬架的路段，车哪驶，车尾一直来唱白烟，唱甲规个是安尼浓烟散雾。原来是当时客运的驾驶发现这个车有淡薄无力，佮拄好伫个家人保养厂的附近，所以直接就甲车驶过去。之所以唱烟，是因为爬架大力来打油门的关系。经过检查，有驾驶害气，当咧维修。加在当时并无乘客，也就无这乘客一定是着青惊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